佢喺江湖上係個王者，黑道嘅霸主。老鬼權一生喺江湖中闖蕩，威名遠播。佢啲徒弟個個都醒目，係有料之人。但佢要去到60歲先做到和安樂社團嘅坐館，喺社團嘅地位非常高，係兄弟心目中嘅精神領袖。佢一世人經歷過無數次撲殺，從嚟冇敗過，最後竟然係死喺新冠肺炎手上。佢就係和安樂社團嘅前坐館老鬼權。老鬼權係1946年喺香港出世，原名黃炳權。因為屋企唔富裕，佢細個就退學出去做嘢，幫補家計。嗰時候黑幫勢力四處橫行，做咩生意都好，多多少少都會撞到啲收保護費嘅古惑仔。黃炳權細個見到啲古惑仔成日拎住刀，威風十足，令佢好向往，最後亦加入咗黑社會。1960年代初，黃炳權加入和安樂，做一名馬仔。嗰時候嘅和安樂唔算大，甚至可以話係弱勢，因為隨住14K、新義安同和勝和等大社團嘅興起，和安樂嘅地盤所剩無幾。作為一名馬仔，黃炳權並冇太多發展空間，直到神仙感同雅文嘅出現，先改變咗和安樂嘅處境。去到70年代，喺同雅文嘅精心策劃之下，和安樂開始慢慢壯大。江湖上流傳住最老福義興、最大和安樂呢句說話，就係反映當時和安樂實力嘅崛起。每次要陀地插旗，黃炳權總係手持一柄81斤重嘅三尖兩刃刀，衝鋒陷陣，打得敵對社團聞風喪膽。佢雖然脾氣火爆，但係頭腦靈活，係文武雙全之人。因為喺社團立下唔少功勞，佢漸漸被叔父輩認可，成為白紙線。江湖人叫佢做老鬼權。隨住勢力增長，黃炳權開始發展自己嘅地盤同埋生意。佢本身好賭，做嘅生意都離唔開賭呢個字。經營麻雀館同埋外圍馬，成為和安樂嘅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佢收咗唔少徒弟。其中後嚟成為社團風雲人物嘅葉仔同大媽就係佢一手帶出嚟嘅。去到80年代末，童雅文開始退居二線，逐步將手頭嘅事務交俾佢嘅得意門生高老發。隨住時間過去，社團內部權力漸漸轉移，高老發精明能幹，但性格霸道專權，喺和安樂社團內部逐漸樹立起自己嘅勢力。不過，高老發同黃炳權之間因為利益問題多次發生矛盾。兩人嘅關係越嚟越緊張。90年代初，童雅文告老還鄉，開始過佢嘅養老生活。喺佢離開之前，全力推薦高老發做和安樂社團嘅坐館，迫於童雅文嘅威望，高老發順利成為和安樂有史以嚟最年輕嘅坐館。不過高老發一向霸道，在位期間管理社團嚴苛，加上偏心自己嘅徒弟，導致社團內部對佢有唔少怨言。尤其係黃炳權，佢一直渴望上位，論資排輩，佢完全有資格坐上坐館嘅位置。但為咗防止再有高老發咁樣專權嘅情況出現，和安樂社團改變咗之前嘅單坐館制度，改為雙坐館，希望達到權力制衡嘅目的。可能係因為高老發嘅影響，喺佢卸任之後，並冇選擇黃炳權，而係由馬交培同蘇權上位，成為新嘅坐館。一直到千禧年之後，黃炳權終於如願以償，坐上咗和安樂嘅坐館位置。不過喺經過多番努力同權力鬥爭之後，呢個過程中亦發生咗唔少波折。2001年3月1號，金湖號賭船啟航，船上有200幾個和安樂嘅高層成員，佢哋準備喺船上進行新坐館嘅上任儀式。原嚟三合會一直都係警方嘅打擊對象，為咗避開風頭，坐館嘅上任儀式變得低調且神秘。今次選擇喺公海上舉行就職儀式，亦係為咗躲避警方嘅追捕。船上，馬交培同蘇權卸任，新坐館由原本做426紅棍嘅黑仔街同415白紙線嘅黃炳權搭台，黑仔街成為新坐館，而黃炳權就任職揸數。但係就喺黃炳權正式接過揸數嘅大棒嗰陣，金湖號俾警方重重包圍。原嚟早有臥底滲入和安樂，並將消息傳出去。當日船上有超過100名和安樂高層被捕，包括新舊坐館4人，同埋叔父輩嘅根叔、振文同世榮等人。不過呢班人冇隔幾耐就被保釋出嚟。黃炳權喺上位時已經接近60歲，知道自己嘅時間唔多，所以一心想將自己嘅勢力傳俾下一代。佢嘅徒弟葉仔就成為佢嘅接班人。葉仔非常精明，選擇去澳門發展賭業，並且大力拓展生意。喺短時間內已經賺到大把錢，
成為澳門賭業中一股不可忽視嘅力量。再加上和安樂社團大金主王強同白花蛇嘅支持，業仔勢力迅速擴大，漸漸成為對抗高佬法嘅重要人物。2009年，高佬法背後嘅老大童雅文入獄，黃炳權一派對高佬法嘅不滿終於有機會爆發出嚟。2010年又到咗和安樂坐館換屆嘅時候，當時高佬法嘅兩名得意門生肥威同三寸繼續擔任坐館，高佬法仍然希望佢嘅徒弟能夠連任，但黃炳權就唔甘心，聯合黑仔街推薦自己嘅徒弟大媽同黑仔街嘅徒弟子鳳參加競選。雖然高佬法嘅老大童雅文已經入獄，但高佬法多年喺社團內部經營嘅勢力仍然非常強大，最後成功推舉肥威同三寸繼續連任。黃炳權一派非常唔滿，猶如自立門戶咁，對外宣布大媽同子鳳為新坐館。外面啲人叫高佬法嗰派做傳統派，而黃炳權嗰邊就係少壯派，雙方理念不合，各自為政，於是展開咗一場長達3年嘅內訌。喺呢場鬥爭期間，雙方每次見面火藥味十足，衝突不斷。譬如有一次，黃炳權同黑仔街喺商場逛街嗰陣，突然被一班蒙面大漢包圍，手持皮鞭當街抽打。又有一次，高佬法帶住佢個仔去睇寵物展覽，結果被一群壯漢包圍狂打，其中一個仲攞起小心地畫嘅膠牌當武器猛打高佬法，搞到佢當場斷片失憶。雖然呢啲事冇人認，但大家都知道係身邊人做嘅。直到2013年，童雅文提前出獄，出面調停雙方嘅糾紛，鬥爭先至暫時告一段落。不過雙方並無和解，依然各自發展勢力，唔再合作。2015年大年初九，黃炳權喺旺角聯合廣場嘅一間酒樓搞咗70大壽宴，開咗60圍台，宴請社團兄弟同埋江湖朋友。不過高佬法一派冇一人到場，顯然雙方仍然水火不容。席間，黃炳權高調宣布肥啟同肥華成為和安樂社團嘅新一屆坐館，完全冇理會高佬法嘅存在。2017年，曾經跟隨5億探長呂樂嘅沙皮狗病逝，黃炳權帶住徒弟大媽參加咗葬禮之後，黃炳權開始慢慢退出江湖，唔再喺公眾場合露面。直到2021年，黃炳權因感冒病逝，享年75歲。同年5月12號喺世界殯儀館舉行喪禮，場面非常盛大，超過500人到場送別，包括唔少江湖猛人，例如和勝和嘅前坐館薯仔、14K 嘅慈雲山13太保等人都到場致哀，甚至連當時深陷江湖風波嘅上海仔亦冒住風險到場送黃炳權最後一程。靈堂前面3隻白色孝獅翩翩起舞，按照洪門嘅傳統，死後能喺靈堂前跳3隻白獅係最高嘅榮譽。喺黃炳權之前，14K 嘅二路元帥陳清華同胡蘇勇亦曾享此殊榮，可見黃炳權喺江湖中嘅地位崇高。除咗3隻白色孝獅之外，現場仲特別安排咗一隻黑獅，黑獅又叫張飛獅，代表《三國演義》中張飛嘅兇猛同霸道。喺早期舞獅表演中，黃獅代表劉備，紅獅代表關羽，而黑獅則代表張飛，通常係用嚟比賽或者踢館。呢次安排黑獅，亦顯示黃炳權喺江湖人心目中就好似張飛一樣勇猛無畏。喺靈堂內，祭品仲包括咗啲紙紮嘅麻雀同骰仔，因為門生知道黃炳權一生離唔開賭字，所以特登為佢準備咗呢啲特別嘅祭品。喪禮期間，黃炳權嘅得意門生葉仔同大媽一直忙住接待賓客，而高佬法一派則冇人到場，顯示雙方依然冇和解嘅跡象。事實上，隨住時代嘅變遷，黑幫勢力已經逐漸式微，江湖上嘅人都明白，行正路先至係長久之計，以和為貴先可以令社團真正長遠發展。喺當今嘅社會環境下，黑幫社團嘅前景已經唔再似以前咁風光。老鬼權嘅一生充滿咗風雨同挑戰，佢嘅故事亦係香港江湖嘅縮影，見證住社團由興旺到式微嘅整個過程。而佢嘅死亦象徵住一個時代嘅結束，江湖已經冇咗以前嘅風光，時代一直向前。年輕一代如果真係要有出頭天，行正途，遠離江湖，先至係長久之道。